張柏芝嗰一巴掌，直接打落王菲面上，乾脆狠，冇一絲猶豫，右手抬起，落下，啪！王菲手上嗰杯咖啡飛咗出去，重重撞落地磚，碎開3瓣。嗰一刻，所有人都以為呢係兩個女人之間嘅戰爭，但如果你真係睇明呢一巴掌，你會發現錯晒。呢一巴掌表面打中王菲，但真正被打醒嘅人係一個裝睡咗11年嘅男人謝霆鋒。點解要明白呢一巴掌有幾重？你要先知道呢3個人之間到底發生過咩？唔係娛樂新聞入面嗰種邊個離開邊個，邊個復合邊個咁簡單，而係一段糾纏咗20幾年嘅感情。謝霆鋒呢一生有2段感情，曾經被全中國注視。第一段係王菲，2003年兩人分手；第二段係張柏芝，2006年結婚，直到2014年，謝霆鋒再次回到王菲身邊，中間足足隔咗11年。而呢11年入面，謝霆鋒一直做緊同一件事，就係佢一直搞唔清楚自己到底係邊個嘅邊個。佢係張柏芝嘅前夫，係2個仔嘅爸爸，但同時佢亦係王菲嘅男朋友，住喺王菲北京嘅公寓。你問佢到底企喺邊一邊，佢唔會答你，因為佢唔想揀。佢永遠喺2個世界中間走，永遠覺得自己辛苦，永遠覺得自己委屈。但問題係，佢有冇真正諗過等緊佢嘅人係咪一樣辛苦？呢個故事入面仲有2個最重要嘅人 ，Lucas 同 Quintus。謝霆鋒同張柏芝嘅2個仔，大仔 Lucas， 細仔 Quintus， 佢哋係謝霆鋒親生骨肉，但係謝霆鋒陪伴佢哋嘅時間，用手指數都數得出。你知道嗎？呢2個小朋友去爸爸屋企，有時候竟然要自己帶糧，唔係講笑。Quintus 個書包入面長期放住一個丹麥曲奇藍罐鐵盒，入面有餅乾、朱古力、一小樽礦泉水。每一次去爸爸屋企都會帶住，但呢唔係零食，呢係佢自己準備嘅應金方案。一個小朋友去自己親爸爸屋企，竟然要先為自己買一份安全感，因為佢唔知道去到嗰度有冇飯食，爸爸會唔會喺屋企，亦唔知道嗰個屋企嘅女主人會唔會真心當佢係屋企人。Lucas 其實早已經明白，爸爸屋企個雪櫃唔一定屬於佢，廚房亦唔一定係佢可以隨便使用嘅地方。嗰個屋企嘅女主人望住佢哋嘅眼神，有時就好似望住一件唔應該出現嘅行李。所以 Quintus 將嗰個鐵盒收埋喺書包最底層，冇人知道，亦冇人問過。但之後3日，呢個鐵盒就成為咗佢存在嘅意義。故事由張柏芝接到一通電話開始，凌晨1點幾，經紀人打嚟，電話另一邊話深圳嗰邊嘅廣告檔期突然提前，品牌方要求第2朝10點一定要到片場，如果去唔到就會換人，違約金亦係一筆唔細嘅數目。張柏芝掛咗電話，坐喺床邊坐咗好耐，屋企好安靜，隔離房傳嚟2個仔均勻嘅呼吸聲。佢慢慢企起身，行到兒童房門口，輕輕推開門。Lucas 瞓到4仰8叉，將被踢咗落地。Quintus 縮成一團，好似一隻小貓。張柏芝企喺門口望咗好耐，然後佢做咗一個決定，佢攞起電話打俾謝霆鋒。電話響咗7聲，先有人接。謝霆鋒把聲帶住睡意，背景仲聽到電視聲。張柏芝問：你喺屋企？謝霆鋒答：喺。張柏芝再問：幫我湊3日仔，深圳嗰邊提前咗，我聽朝一定要走。電話另一邊沉默咗幾秒，謝霆鋒話：好。張柏芝停咗一下，再問：你真係喺屋企？謝霆鋒話：真係。張柏芝話：咁你發誓？謝霆鋒冇發誓，只係話唔好玩啦，送過嚟啦。張柏芝認識謝霆鋒20幾年，佢太了解呢個男人。佢答應嘅事10次入面有8次會打折扣，但剩低嗰2次又會做得特別好，所以今次佢賭嘅就係嗰2成。第2朝，張柏芝將2個仔送到淺水灣，謝霆鋒親自開門，身上着住圍裙，面上仲有麵粉。佢笑住話：我啱啱整緊早餐俾佢哋。張柏芝望入廚房，鍋入面煎緊太陽蛋，
麵包機彈出吐司，餐桌上擺住3杯橙汁。一切睇落完美。謝霆鋒蹲低同 Quintus 講：3日，爸爸答應你會照顧你哋。然後佢企起身，張柏芝望住佢，只講：你留喺屋企3日，唔好去珠海，唔好去賽車，就3日。謝霆鋒點頭，知道。張柏芝望咗佢3秒，轉身上車，車離開淺水灣道路。佢由後視鏡望出去，見到 Quintus 企喺門口，手上拎住嗰個裝住鐵盒嘅書包，細細粒，一個人企喺嗰間大屋前面，細得好似一粒豆。Lucas 一隻手搭住弟弟膊頭，張柏芝移開視線，踩低油門。深圳等緊佢，品牌方等緊佢，鏡頭等緊佢。佢唔可以回頭，因為一回頭，佢就會心軟，就會變反嗰個為咗孩子放棄事業嘅女人。佢花咗好多年，先證明自己唔係嗰種人。佢唔可以因為謝霆鋒一句知道就全部打回原形。但係佢腦入面一直有一個聲音問佢：你真係確定佢真係可以照顧好2個仔？佢冇答案，只係將油門踩得再深一點。第一日，謝霆鋒確實留喺屋企，佢親自煮午餐，煎牛扒、焗薯仔、整沙律，睇得出佢今次真係有用心。Quintus 食咗2碟，Lucas 食咗1碟半。謝霆鋒坐喺旁邊望住2個仔食飯，心入面有少少得意。佢甚至影咗張相，想傳俾張柏芝，想證明自己冇失約。但最後佢冇傳，因為佢望到相入面一個細節，Quintus 手上仲一直揸住嗰個鐵盒，食飯都冇放低。謝霆鋒問：你食飯點解仲拎住呢個？Quintus 低頭望咗一眼，話：冇嘢，玩具嚟噶。謝霆鋒冇再追問，佢唔知道嗰個唔係玩具，亦唔係小朋友嘅怪癖。佢唔知道呢個係一個7歲小朋友為自己準備嘅安全保障。佢更加唔知道呢個鐵盒背後藏住嘅係一種不安。嗰日下午，謝霆鋒陪 Quintus 打咗半個鐘機。Quintus 坐喺地毯上，靠住爸爸，然後偷偷錄咗一段語音發俾張柏芝。佢把聲壓得好低，好似怕俾人聽到。佢話：媽咪，爸爸真係喺屋企。張柏芝收到嗰段語音嗰陣，正喺深圳化妝間，化妝師幫佢畫緊眼線。佢聽住個仔把聲，聽到入面嗰份放鬆，嗰種安心，係一個小朋友確認爸爸真係陪住自己之後先會出現嘅安心。佢放低電話，閉埋雙眼。化妝師問：點啊？張柏芝話：冇事，睫毛膏入眼。但其實冇人知道佢嗰一刻有幾想相信謝霆鋒今次真係會做到。當晚，謝霆鋒收到一個電話，珠海國際賽車場打嚟，技師話引擎吊校出現問題，進氣歧管壓力數據一直波動，如果唔即刻處理，下個月排位賽可能全部泡湯。謝霆鋒企喺露台，電話貼住耳邊，海風吹過淺水灣，帶住淡淡鹹味。佢知道呢個問題唔解決，今年所有準備可能全部白費。技師話聽日再唔嚟就趕唔切，呢個窗口期只有3日。你知道部車對你有幾重要？謝霆鋒沉默咗一陣，最後話聽日先算，我而家陪緊仔。佢收線，企喺露台好耐，然後返入客廳。Lucas 正坐喺梳化睇書，謝霆鋒望住佢，講：爸爸聽日要去一轉珠海。Lucas 抬頭問：你唔係話推晒工作？謝霆鋒話：呢個唔係工作，係賽車。Lucas 望住佢，問：有咩分別？謝霆鋒冇回答，因為喺 Lucas 心入面，賽車同工作根本冇分別。佢只知道爸爸又要出門，而張柏芝講嘅3日先過咗1日。謝霆鋒話：我聽晚飯就1日，王菲阿姨會喺屋企，佢會照顧你哋。Lucas 望咗爸爸一眼，冇講嘢，但其實佢已經知道爸爸口中嘅會照顧代表咩。第二朝，謝霆鋒走之前敲咗王菲房門，門關住。王菲問：咩事？謝霆鋒話：我要去珠海，今晚飯你幫我睇住2個仔。房入面沉默幾秒，王菲問：
我睇住佢哋，我係佢哋保姆。謝霆鋒已經換好鞋，佢話就一日幫我煮餐飯，得唔得？王菲冷冷講：你前妻嘅仔，點解我要煮飯俾佢哋？謝霆鋒話：當幫我一次，好唔好？王菲冇再回答。謝霆鋒當佢默認，拎住居時離開咗。但佢唔知道，門關上之後，真正嘅事情先開始。王菲由房間行出嚟，着住睡袍，企喺2樓欄杆，望住樓下客廳，兩個男仔坐喺梳化。Quintus 第一時間見到佢，抬頭細聲講：王菲阿姨，早晨。王菲冇回應，佢望住 Quintus 手上嗰個鐵盒，問：嗰個係咩？Quintus 攬緊鐵盒，話：冇嘢，私人嘢。王菲伸手，話：打開俾我睇。Quintus 唔想開，因為一打開就等於承認佢嚟呢個屋企之前已經做好準備，預咗可能冇飯食。但最後佢慢慢將鐵盒遞出去。王菲行落樓梯，赤腳踩住大理石地板，一點聲都冇。佢接過鐵盒，打開，入面有幾包餅乾、2塊朱古力、1小樽礦泉水，仲有1包杯麵。王菲用手指撥咗一下，表情冇變，然後將鐵盒還返俾 Quintus， 講咗一句：既然你帶咗嘢食，咁就唔使我煮飯。講完，佢轉身上樓。Quintus 企喺客廳，冇喊，亦冇鬧，只係慢慢拉返好拉鏈，將書包放返身邊，緊緊靠住自己。嗰日中午 ，Quintus 個肚開始叫，佢忍住。過咗一陣，佢行到廚房門口，扶住門框，偷偷望入去，雪櫃就在前面，銀灰色雙碗雪櫃，入面有三文魚、牛扒、有機蔬菜、鮮蝦、雞蛋，全部都喺度。但佢唔敢攞，佢回頭望咗一眼樓梯，冇聲。佢慢慢打開雪櫃門，冷氣撲面而嚟。佢伸手，手指碰到鮮蝦餡邊，突然樓上傳嚟腳步聲，佢嚇一跳，即刻縮反隻手，關上雪櫃門，退返梳化。Lucas 望住佢，問：肚餓？Quintus 搖頭，冇事。Lucas 企起身，行去王菲房門口，敲門，問：阿姨，我哋可唔可以用下廚房？王菲話：廚房又唔係我嘅，你哋想用咪用。Lucas 再問：咁雪櫃啲嘢？王菲回答：雪櫃啲嘢係我買嘅。呢句已經係答案。Lucas 聽明，反去梳化。Quintus 望住哥哥，問：咁點？Lucas 話：等爸爸話夜晚返，於是兩個小朋友等爸爸返嚟。但夜晚謝霆鋒冇返。8點鐘，電話響起，謝霆鋒聲音由另一邊傳嚟：珠海呢邊比想象中複雜，引擎有問題，我要睇註冊，聽日一定返，我保證。Lucas 握住電話，手指慢慢收緊。佢問：你琴日都保證過？電話另一邊沉默咗。謝霆鋒話：今次真係，叫王菲阿姨聽電話。王菲接過。謝霆鋒話：雪櫃仲有急凍薄餅，幫佢哋翻熱，我朝早返。王菲答：好，然後收線。但佢冇去廚房，亦冇去整薄餅，因為今晚佢唔打算食飯。而喺佢嘅世界入面，晚餐呢件事根本從來冇包括嗰兩個小朋友。急症室嗰一晚，謝霆鋒坐喺冰冷嘅塑料凳上，嗰一刻，佢第一次覺得自己擁有好多嘢，但其實一樣都留唔住。豪宅、跑車、事業，所有人眼中嘅成功人生。但當個仔躺喺病床上面嗰陣，陪住佢嘅只得自己。嗰張空出來嘅椅，本來應該坐住一個爸爸，但呢個位置佢缺席咗太多年。醫生出來講，個小朋友暫時冇大礙，不過身體同心理都需要慢慢調整。問題唔係一餐飯，而係長期缺少安全感。呢句話好似一把刀，直接插入謝霆鋒心裏面，因為佢終於明白，兩個仔缺嘅從來唔係一頓飯，唔係一盒餅乾，唔係一餐餃子，佢哋真正想要嘅其實只係一個感覺，就係爸爸喺度。第二日，
謝霆鋒帶住兩個仔返去張柏芝屋企，門打開，張柏芝冇鬧，冇喊，甚至冇問佢點解，佢只係伸手接過個仔，輕輕講咗一句返嚟就好。就呢4個字，比任何責罵都更加難受，因為謝霆鋒終於發現，原來一直等佢返嚟嘅人一直都喺度，只不過佢習慣咗叫別人等佢。後來有人問謝霆鋒，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選擇，你最想改變咩？佢答：陪伴。2個字，簡單到不能再簡單，但對於2個仔嚟講，卻等咗好多年。之後，謝霆鋒開始慢慢改變，少咗賽車，少咗應酬，開始真正學習點樣做一個爸爸。第一次認真陪仔食飯，第一次陪仔做功課，第一次記得2個仔鍾意食咩，第一次發現，原來小朋友長大快過自己想象。Lucas 已經唔再係當年企喺門口等爸爸返嚟嗰個細路 ，Quintus 亦都唔再日日抱住嗰個鐵盒，那個曾經裝住餅乾、裝住不安嘅藍色鐵盒，最後留喺謝霆鋒身邊。佢話：我要留住佢，因為我要提醒自己，曾經有一個小朋友驚自己去到爸爸屋企，連飯都冇得食。多年之後，大家再講起呢段故事，有人話謝霆鋒虧欠張柏芝，有人話謝霆鋒放唔低王菲，但其實真正重要嘅，從來都唔係2個女人，而係2個小朋友。因為愛情可以重新選擇，婚姻可以重新開始，但小朋友嘅童年，第一次你錯過一天，就永遠返唔到。那個曾經夾喺2個女人中間，唔知道自己應該企邊邊嘅男人，最後終於明白，人生最大嘅選擇，唔係選擇邊個女人，而係選擇成為一個點樣嘅爸爸。王菲冇輸，張柏芝亦都冇贏，真正輸掉嘅係曾經被忽略嘅2個小朋友，而真正醒過嚟嘅係終於望見孩子眼神裏面嗰個遲到多年嘅爸爸。所以返去最開始嗰個問題，張柏芝嗰一巴掌究竟打醒咗邊個？唔係王菲，亦都唔係謝霆鋒嘅愛情，而係一個男人遲咗11年嘅責任。嗰個藍色鐵盒最後冇再裝餅乾，入面裝住嘅係一個爸爸嘅內疚，亦都係一個爸爸重新開始嘅決心。因為呢個世界上最貴嘅東西，從來都唔係豪宅，唔係跑車，而係小朋友細個嗰陣喊你一聲爸爸，嗰一刻你剛剛好喺度。但有一件事，謝霆鋒後來先真正明白，一個爸爸最容易犯嘅錯，唔係冇錢，唔係冇能力，而係以為我以後補返就得。但小朋友嘅成長從來唔會等你第一次學行，第一次叫爸爸，第一次放學等你接，第一次想同你分享學校發生嘅事。錯過咗就真係錯過咗。錢可以買玩具，可以買禮物，可以買一間好大嘅屋，但買唔返一個小朋友等你陪佢長大嘅時間。後來有人問 Lucas， 你覺得爸爸係一個點樣嘅人？小朋友沉默咗好耐，然後講：爸爸以前好忙，短短幾個字，但裏面藏住嘅係一個小朋友等咗好多年嘅失望。因為小朋友唔會記得你送過幾貴嘅禮物，但佢會記得你答應過佢嘅事，最後有冇有做到？你話星期六陪我，佢會等星期六；你話今晚飯，佢會望住門口；你話馬上，佢會一直等，直到佢慢慢學識，原來爸爸口中嘅馬上可能係好耐，亦都係嗰一刻。謝霆鋒終於明白，所謂父愛唔係出事之後出現，唔係內疚之後補償，而係平平淡淡，每日都喺度。後來佢拎返起嗰個藍色鐵盒，打開，裏面空空如也，但佢望住個盒，卻好似見到當年嘅 Quintus， 一個細路仔，帶住自己嘅餅乾，帶住自己嘅安全感，小心翼翼走入爸爸嘅世界。嗰一刻，謝霆鋒終於知道，原來小朋友從來冇要求過好多，佢哋唔需要你成為超級英雄，唔需要你賺好多錢，佢哋只想你喺佢叫你嗰陣回應一句爸爸喺度。後來有人問，如果可以返去11年前，你會唔會重新選擇？謝霆鋒冇回答，因為有啲選擇唔係反轉頭可以改變。人生最大嘅遺憾唔係失去一個愛你嘅人，而係你擁有一個愛你嘅人，但當時嘅你唔識珍惜。不過好彩嘅係，有啲遲到嘅醒悟